是不是？我们常常在谈到说，中国的科学读经，小朋友，各位在教读经的老师，可能最常碰到的一件事情，家长都会问说，我今仔来读这，以后数学、英文、数学啊，数学会不会好？他的科学，他的什么自然科学会不会很好？会不会比较好？请问各位一件事情，世界改变世界文明的的四大发明是哪四大东西？四样东西。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印刷，还有什么造纸，对不对？请问一不小心这四样东西都是谁发明的？中国人，太巧了实在是太巧，的确是很巧没错。为什么？因为中国在先民的智慧里面就拥有这样的能力。为什么？因为在中国的文字里面就已经具有逻辑思考的能力。一个字做10个字解，一个字可以做10个字解释，放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解释。一样，同样一个杯子放在同样一个类似像杯子的器具放在桌子上，我们可以当我们知道它是什么茶杯。可是如果它被放在一个水缸旁边的时候，它会变成什么？水瓢子，对不对？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这就是属于人类文明的基本上的智慧那有没有一个东西能够表现得这么淋漓尽致？有，只有中国字，只有中国字。谢谢的谢，谢谢的谢，我们把2个字放在一起，我们知道是什么？感激人家。那如果跟世界的世，谢放在世的上面，叫做什么意思？就死掉了嘛，是不是？对不对？是不是？对，这个是不是同样一个字放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它就代表不同的意义？一样，不同的杯子，一样的器具放在不同的环境，它代表不同的意义。世界上人类文明整体的智慧，就是有这样子的东西存在。不管是东方人或西方人，黑人、白人、红人、黄人，就是咖啡人，咖啡人就比红人黑一点的叫咖啡人。这是我以前读经的小朋友跟我讲的。我就说，人种有红人、黄人、黑人、白人。他说老师还有咖啡人，说什么咖啡人？我们家那个印尼女佣是咖啡人。我说也对了，好了，那也算好了。结果在所有人类普遍的智慧里面，通通拥有都有这个条件的时候，都有这样子的条件，都有这样的思考的能力的时候，只有什么样的文字才能够去表达这样子的意境 ？Sorry， 只有中国字而已，几乎只有中国字有这样子的能力，几乎只有中国字有这样子的能力。但日本人发现他们的文明越发展越前进的时候，他们现在字越来越不够用了。因为跟世界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有新的东西不断出现的时候，他的字不够用，他文字不够用，他让他幼稚园的小朋友开始学什么？学汉字，学汉字。这是一个什么教日语的小老师跟我讲的。他说对，杨老师你讲的有道理。我发现我们中国文字一定要好好的学。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他现在日本文学，他在修博士的过程里面，他发现到这个问题：日本人让他的幼稚园的小朋友读唐诗来认汉字，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他们文字不够用。可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到目前为止，中国字还有没有新创造出来的字？很少，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在世界的交流，在文化融合的过程里面，中国的文字它可以代表的意义非常的多嘛。对不对？所以说啦，能够最具有代表性的，可能就是中国文字，在人类的文明里面，在文字的文化里面。那因为这种文字在古代就已经被赋予这么多的意义存在的时候，那当我们在自己科学逻辑思考训练的过程里面，我相信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一个字这样子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到每一个字在每一个环境里面，它有不同的表达的意思的时候，当有不同的字再重新被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它的逻辑思考的能力就被展开来了。世界上各位有没有发现到，在像浑天仪
世界上最早的地震仪器是谁发明的？中国人嘛，对不对？是不是？谁？啊？张衡，好，不错，这个加分，等一下回去盖2个印章。谢谢。张衡嘛，对不对？是不是地动仪？但是为什么世界上对于这种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中国的这些科技文明早就已经存在了？甚至于我们可以说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类说，我们中国人在西元大约14世纪、13世纪啦，应该算是13世纪，13世纪到最后一个那个的发明，所有的发明，在13世纪，中国人就已经具备了现代人类，包括东方、西方、古今中外，我说红人、黄人、黄人、咖啡人那些人类，他们要发展的文明的基础的一切的科技基础，中国在13世纪之前就已经全部完成了，对不对？那印刷术也是一样，因为再从一点来看。常有人说，中国的科技文明为什么这么发达？主要来自于印刷术。这一点我们不能否认，因为印刷术的发明以后，文字变得的知识的传播变得比较普遍了，所以中国人怎么样？他在获取知识的能力的条件变得比较好了，所以他有办法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那普遍上来讲，这个民族的知识都提升的时候，我相信自然他们的科学能力就会提升。我刚才之前我在来的路上，我才跟那个洪老师提到说，我们中国人的农耕技术领先了西洋人将近1000年。我们中国人已经有在很早，在西元3世纪、4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插秧机了，和播种机。它推过去的时候，它种子很自然的能够种到土下大约3寸的地方，而且我们是用排耕的方式，一排的耕种的方式。在西元3世纪的时候的农耕技术，结果各位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哦。在西洋人大约13世纪、大约12世纪的时候，他才开始出现这种，我们将近领先他将近1000年。那在之前西洋人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在耕作？他把种子拿在手上用撒的，有没有？在撒的时候，它的成功率能发出来的这个农作物的成功率大概20%到30%。可是中国这种插秧的技术，能够顺利长成出来的农作物可以到达90%以上，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洋人口一直没有办法增加，中国的人口却这么多，因为有得吃嘛，对不对？这真的是重点，因为中国大陆包括到现在为止，它的农业技术还是非常的发达，它有办法去养活12亿人、13亿人，这是他们能够成功的地方。你看世界上只要是老百姓吃不饱，这个朝代大概就要亡了。好，那再回过头来再来谈一件事情，我们再来谈到我们在西元前的时候我们的科技能力是怎么样？各位知道，现在要讲到我的偶像的诸葛亮，各位知道他在历史上他发明了一种神乎其技的东西吗？叫做木牛流马。知道哈？有没有舌头转动一下，那个牛就开始自己跑？木头做的牛自己跑，是不是很不可思议？然后可以在那个一只那个牛可以载一担的牛。这个是怎么样？古代机械技术的发达，它可能是用8条的技术，有没有？那它的舌头可能是一个开关，可是现在我们已经不知道它当初是怎么设计的。那我们再往前一点，到秦朝的时候，各位知道最近有那个秦皇陵被挖出来嘛？那各位知道现在挖出来这8000多个秦俑，只是当时秦皇陵的1/10而已，剩下的9/10还没有挖出来，对不对？那其实有一件事情，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但是我在
之前的时候，在一些书上面看到，还有一些新闻上面看到，各位知道吗？在秦皇陵里面的当初所拿出来的那些武士、武将的那把他们的剑，表面是用什么处理？各位知道吗？表面处理的技术，学机械的就知道嘛。表面处理，它表面处理的技术，它是用什么东西做它的表面处理的材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最先进的合金技术，叫做钛合金。各位这一点就是在于，它那个是中阶层的武将。那在秦始皇那个马车身边的16个主要的武将、大将，其中有一个大将，他的剑，因为那个秦俑被常年的不知道在哪个时候，可能是地震还是怎么样也不清楚，但是那个秦俑身体倒掉了，结果没有完全倒下去，因为被他那把剑撑住了，他手上拿的那个剑是拿这样子，然后他身体往前倾斜，然后没有完全倒下去，因为被那个剑撑住了。那个剑是处于就是有点弯曲的状态。那这不知道是多少年前，搞不好是在他们发现前一天弯掉了，搞不好也有可能。那搞不好它是几百年了，我们假设它是几百年，我们不要说它是2000年前的。那假设它几百年了，结果为了要恢复它原来的样子，当时发掘到它的考古学家在全部做好记录了之后，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武将秦俑的武将的身体把它移正了之后，奇迹出现了。各位知道什么事情吗？秦始皇复活了不是，我乱讲的，是他的那把剑值回来了。经过几百年，我们算几十年好了，我们也算是干脆讲它几年好了。一把剑，一把钢制的产品，一把合金的产品的东西，在经过几年的弯曲之后，长时间的属于相同力量的状态之下的弯曲，在几年之后，我们把它所施的力气放掉之后，我们发现那个合金制品竟然直回来了。然后我们去测它的时候，发现它有弯曲，不过是肉眼看不出来的弯曲。那是什么样的合金技术能够到达这种程度？我们讲到那边的时候，我才能够谈木牛流马。那木牛流马，各位有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有吗？各位知道木牛流马的速度，那个保护木牛流马的速度的，保护木牛流马的士兵，要怎么样才能够跟得上木牛流马？电视上面演是都跟得走嘛，但是实际上书上的记载，很多在诸葛亮那个时代的记载是怎样？要小跑步才能够跟得上木牛流马。那是什么样的条件能够让那个木牛流马速度快到那个程度？你还要用小跑步才能跟得上？那我们想想看，在秦始皇那个时代的合金技术已经到达这个程度的时候，钛合金还只是中阶层武将在使用的。那化学工程跟机械工程的技术已经到达非常高的层次了。因为目前到世界上，我相信几乎没有人，因为钛合金嘛，钛合金是现在世界最先进的合金嘛，最轻然后最坚硬的合金嘛，对不对？可是在中阶层的武将，那最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不同阶层的拿的越高阶层的拿的应该是越好，是不是？那从这边来看，中国的科学能力够不够？够。这些能力都是来自于哪里？请问那个时代的老百姓是念什么书的？世书母经嘛，对不对？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各位，下次不要再怀疑读经的小孩子科学能力到底会不会好了，好不好？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再举几个例子例如说像其实中国历史上这种东西太多了多到举不完了。我只举一下我自己身边的例子。我有个小朋友，民国85年我开始在读经的时候，第一班的读经班的小朋友，有一个小朋友叫韩启信，他现在是高雄中学3年级的学生。他当年来到我们班上的时候，他的成绩是他们班上倒数前10名。他妈妈对他其实已经是不太抱有太大的希望了，不过还好，毕竟不抱有太大的希望。他觉得小孩子读书只要快乐就好，求学的过程里面只要快乐就好。好，那所以他要让小孩子来读经，纯粹是为了道德的问题，所以他就带着小朋友来我的读经班。那经过半年，2个月、3个月、半年，然后甚至10个月之后，
他发现他的成绩已经从他们班上倒数前10名变成前10名了。他现在目前是在高雄中学里面念书。那我都有问他们学校一个组长嘛，他们学校的那个什么训育组的组长，以前是教学组的组长，然后被调到训育组去。那教学组的组长，我就问说，我们那个雄中有没有有一个学生叫韩启进？他说有，很有名。我说真的哦，他是怎样？然后他的成绩在他们那个年级大概都前3名吧。高雄中学，比如说2年级，大概就2年级里面前3名，他们都是前3名，所以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第1名、第2名。那各位看看，他以前是倒数前10名，后来到他们班前10名。到国小毕业的时候，几乎是全校第1名毕业，从他那个年级第1名毕业，然后到国中去的时候，就是保持在学校里面第1名和第2名的成绩，被顺利的保送甄试进入那个雄中，在雄中里面就是全校前3名。我们回过头来看，他以前在我的读经班的情况，就是怎么样？他上课不专心嘛。第一，他上课不专心；第二，他实在是搞不清楚这些方块字拼起来的意思是什么。后来经过10个月的读经，有一次他的成绩竟然到达他们班前3名的时候，他的妈妈很惊讶的问了他：“说你到底是怎么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书开始变得怎么样？”好，他说：“哦，以前的书打开我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现在打开我知道他在讲什么了。然后而且老师以前出的题目。”自然科自然那叫什么自然的那个题目他写完了以后，我根本不知道他题目在讲什么。那现在我看得懂了，从这一点可以看，我就有跟他聊过。他说他的意思很简单，告诉我文言文的书他都看懂了。他说老师，你叫我读的那个孔子说的那些话都已经这么难了，这个就变得很简单的啦，有没有？所以我们给我们的孩子应该读什么？读经啊，我觉得应该读经。然后我现在在一个环保公司里面做事。那在我在环保公司之前，我是在那个补习班教书，在安亲班，那个下午教补习班，晚上教安亲班。那我发现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我的安亲班的学生和我的补习班的学生，我安亲班的学生小学3年级有几个？我们班上大约18个学生，18到20个学生，就是有4、5个学生成绩大概有一个是70几分的，那个是最头痛最严重。然后我们那个安亲班跟补习班，就是因为成绩可以进步得很快，所以说很多人送来我们那边。但是我们都有一个规定，我们一般只收20个学生，然后我们的安亲班的费用比别人贵，然后补习班的那个每一个钟点费比别人贵，但是还是一堆家长愿意把小孩子送来。然后后来我发现有一个70几分的，然后还有两三个都是80几分的，然后全部加起来，这个大约4个到5个人左右，其他的成绩大概都是90几分、90几分，那个根本没问题。那每次考试在推100分的，大约8到9个人，那剩下的都是96啊、94啊、93、96啊、94啊、98啊，最低93分，然后剩下的这4、5个大概都是80几分、70几分的。我就每次我拿来的考卷或是我帮他们做测验的时候，我都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例如说这里的数学选择题跟填充题，它通通会。然后最后面有一个叫做我们以前叫应用题，现在他们不知道叫什么，我忘记了，就是写文字描述，然后告诉你说，4只兔子加和2只鸡全部有几只脚，这样子，这一种的题目。文字描述的然后要他必须先了解文字之后思考，然后才能够做出答案。这种我发现他们在这边的成绩几乎是最多可以拿到10分就不得了了。那他们的成绩就决定在这里他前面都通通会，是非题跟选择题，选择题跟是非题，还有那个填充题，通通可以，几乎可以拿到满分。如果是70分的话，他大概可以拿68分。那剩下的就看这边了。这边如果对了10分的话，他就是78分；这边如果对了5分的话，他就是73分这样子。那他最大的问题就出在这边。那后来我发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把这4、5个小朋友规定
每天来我的安心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来我的面前背4书5经，不是读经啊。我跟他们因为要求的不一样，所以我不是要他们读经。每天至少要从《论语》先背大学嘛，我是要他们把大学分成16段，他们背。今天先背这一段，不会了，不会你就不用下课，你就把那个功课写完，然后我上课教的东西你学会了以后就不准下课，叫父母亲晚一点再来接，先背会了再走。就这样子背了2、3个月，然后第1个月的时候，父母亲来反映了，说，杨老师，我的小孩子是要来学那个数学啊，那个自然啊这个的，我不是要他学那个读经的。我跟他讲说，你要让你孩子成绩进步嘛，如果要的话，你就相信我的方法，要不然你就把孩子带走好了。我们班主任听得吓一跳，杨老师你慢慢的啊，我情况很赶。但是还好这几个父母亲啊，因为我们实在是我们那个安心班和补习班那个，就是让学生进步的那个速度会比较快，所以家长就先试一学期试试看好了。2、3个月过去了，很明显的发现他们的成绩进步到80分，平均80几分、90几分。到下学期的时候考试，然后尤其又经过正好中间的暑假的时候他们更惨，每天都要回去跟妈妈说，我不要读这个啦，老师都叫我背。对啊，然后他父母亲因为发现成绩进步了，整个暑假都送来我们那边，暑假他更惨，暑假就是1个小时的时间背就对了。这一页没有背起来，不准那个什么，中午不准吃点，等一下不准吃点心，等一下别人在玩的时候，你就是在这边背。那为了要玩，他就很认真背嘛，然后后来到下学期的时候，我们班上平均的成绩就已经到达93分、94分，他们的成绩就已经从70几分、60几分，除非母亲到90几分。给他问的结果的答案也是一样，我只是因为什么？我只是因为那些文字把它拼凑起来，我根本看不懂。现在我看懂了，就这样子而已。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到，我们现在的小孩子他出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字拼在一起他看不懂，就这样子而已，就是这样子而已。然后后来我在下午教的，晚上教的是国中嘛，国中部的学生，因为我教的是物理化学，我们现在可能跟我同年纪的。30几岁的之后的，大概都不知道，他们现在很多小孩子，他们的国中物理跟化学是合在一起的，叫做理化，对不对？是不是？结构好像是上物质的密度是不是？水的密度，水的那个比重是1嘛，对不对？密度是1嘛，对不对？那个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对。然后他们几个那个时候我班上来了8个学生，是所谓的 B 段班的学生。他物理化学很烂，那父母亲想说再试试看，让他去变化嘛，所以就送来给我。那一进来就是那样子，老师我来改旁听的，对啦，我是阮后边变来家你上课你就上理的，我做我的代志，大家相安无事，这样就好。他的意思就是很明显就是这样子。我说可以啊，你想要这样子可以，你要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我们来决定嘛，然后说，然后他们8个，反正就是有一个带头的，然后说那怎么决定？他说找一个你最会的嘛，例如说打架，他一听这个老师真厉害，刚水话单挑，他要找一个个子最高的，身高大概190公分，体重大概我看大概也将近100公斤的，要来跟我打，我就说不行。你这样子跟我打不行，他说为什么？他说，万一我打赢你，对不对？你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去，我没得交代啊！你父母亲要跑来找我嘞，是不是？万一你又跑去那个警察局备案，我们就被伤害罪了嘛，是不是？而且，他说那是我打赢啊，那比较小的几率，我说会有很小的几率，我打输了嘛，对不对？就是我鼻青脸肿，回去那更难看的啦。那个老师呢？我老师旁前让他，那个每天对不对？我说那这样子好了，我站在这边让你推，好不好？你要推动我2只脚，我的2只脚被你移动了，任何1只脚被你移动，放在地上被你移动了，就算我输。那如果你移不动的话，就算你输，以后我说什么你就听什么。
那个当老大的听了，很简单，上天堂尔，不是说嘛，我就说好，那你就找你最高最重的那个来推我。然后他说没哪天过来那个啊，给我推了大概3-4分钟以后，他终于趴在地上，跟公讲好厉害。然后换他来推了，他也是推了，人高壮有没有？体力消耗的快，他推不到1分钟以后就趴在那边了。哇，老师你起在冲吗？我唔相信，怎么可能？他要起来，我说你不用再推了，你根本推不动我，是不是？然后他就问我说，你到底是怎么？老师你到底是练什么物件啊？那有可能啊？我问我练太极拳的啦。我会落地生根啊，对不对？反正你怎么推不赢我。他说，我毛没饿，上面给他有看我人怕而已。然后再来就是怎样？再来就是平常课余的时间有没有？礼拜六、礼拜天偶尔我会带他们去打篮球，然后再其他的时间就是教他们练太极拳。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我说我说我就拿那个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那个我就叫他们回去背，然后他们就开始，然后就看我每天拿着那个《论语》在看。因为那时候我还有在教古今嘛，那我会先预习，然后他就说，老师先看到，这不是孔子讲的嘛，四书嘛，我会啊，然后来我去刮我，对啊，子曰，这是子曰，我说好，回去，我说回去看啦，我说好，他们8个人就真的回去乖乖的读《论语》，为了要跟上我的脚步。跟我练太极拳，我陪他打篮球，然后跟我读《论语》，然后之后大约1个学期下来之后，换到下学期，一样成绩就出现了。他本来成绩都60-70分的，突然间到80几分、90几分。问出来的结果答案也是一样。父母亲问他们的时候，跟我们班主任问他的时候，以前天乡下不是我看我，这么看我啊，就只是因为看懂了。所以我们小孩子智商的能力，普遍上来讲。并不差嘛，对不对？并不差嘛。你看很多那种所谓的低段班的小朋友，我跳，我跳不认真读册，我讲不是不认真读册，是册看无，是真的书看不懂，他不是不认真读书。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去愿意自己去放弃他自己的，一定是经过了很多挫折，到最后他才愿意去放弃自己。所以怎么样？读经的小朋友需不需要去补英文、数学？不需要，真的不需要。你只要好好的让他把中国字了解清楚，组合起来的意思他懂了以后，我相信剩下的部分就是真正本身与天俱来的差异了。OK， 我想时间，我好像还有很多东西想要跟你们讲，而时间好像只剩下5分钟。那最后，我想一下还有什么东西。我刚刚讲这个教这个读经的过程里面，我想到一个，可是突然间又忘记了。不过我真的觉得读经像在它的科学能力上面来讲，不会有太大问题。我想到了，我讲到这边我就想到了。还有一件事情，各位有没有想过说要让小朋友学英文？有没有？有哈，其实我觉得很好，学英文真的很好，但是英文势必不会成为未来的主流。为什么？我们政府还甚至要把英文列入官方语言，我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政策方向。我自己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把小朋友的4书5经，我们倒是应该把4书5经列入未来我们的主要的方向。为什么？从这一点，因为世界上现在有2个比较强的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对不对？俄罗斯因为它已经分崩离析了，所以它现在已经大概排到第3、第4，甚至第5，因为包括它的经济能力、经济实力。请问一下，美国是什么？美国有点像壮年要进入中年了。对不对？可是中国是什么？少年要进入青年，有没有？所以有可能20年以后，在美国的这块土地上，
要做生意的时候，大家得用中文沟通啊，有没有可能？有，对，所以不要让你的小孩子太认真学英文，反而应该让他好好的读经，很颠覆哈。但是我讲的是真的，有可能，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自己所发明的火药，我们所发明的指南针，我们所发明的航海技术，在明朝闭关锁国了300-400年、500-600年之后，会被人家拿着我们所发明的东西来破开我们的大门。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火药、指南针、造纸是中国人发明的，可是之后我们在20世纪的时候，我们所派出去的留学生是去学什么？就是去学火药、造纸、指南针跟印刷术所延伸出来的科技。它的原始的老祖宗还是这4样东西。那在21世纪的时候，如果变成是中国人的世纪的时候，但是对不起，不一定是中国人的世纪，因为会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可能下一个世纪，我们派出去的留学生是去跟人家学什么？子曰：“学而时习之。”有没有可能？有，因为中国历史在中国的历史上已经发生过1次了，有可能再发生第2次。孔子不是说“礼失求诸也”吗？有没有？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所以说，英文可以学，让你的小孩子继续学你的英文，但是不要强迫他一定要学得很棒，因为可能20年以后，这个语言就不会是成为主流了。各位看到，在世界上有将近1/4的人口是讲华语的，可是讲英语的人口可能占不到1/5、1/6，甚至不到1/10，对不对？对啊，所以说未来那中国是因为他还把这些人关着，他把它放出去的时候，你想想看，在世界各地讲华语的人会越来越多。我很多朋友去中国大陆做生意的时候，他发现在上海，到上海去的时候，常在饭店里面跟人家谈生意，你就会看到美国和法国的一些欧美国家的人，他会带一个翻译来跟中国人谈生意。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永远都用中文跟你讲。你要跟我做生意啊，可以啊，你就来学我中文嘛。为什么？因为世界上现在目前资源最丰富的就是在这块土地，在中国大陆上面。所以在一个已经正在衰退中的国家，跟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国家，势必未来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嘛，总得靠向一方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可能自己闭关锁国吧，对不对？是不是？我们也不可能自己那个什么吧，盲目关闭政策吧，不可能嘛。所以势必我们得走向一个方向。所以各位，你会靠向一个已经正在成长中的国家，还是正在衰退中的国家？我相信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国家，对不对？对，而且这个正在成长中的国家，他们的文化曾经发生过10年的断层，所以现在所有的文化的优势在于哪里？世界的文化优势在于中国，中国的文化优势在台湾。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读经好好的发扬光大。谢谢各位。那我下午的时候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下午的时候，我想各位可能教读经都会有一些疑问啊，或是怎么样的问题。那我们下午再来讨论。那下午的时候，我把一些我自己以前所学过的一些诗经的引用的方式，再介绍给各位。好，谢谢。